Hello， 大家好，實況好波今日嗰個時代 Gary 啊，錄影之時3月25號星期二嘅晚上時間啊，啱啱打完世界盃外圍賽歐洲區嘅賽事，同埋一啲歐國聯嘅8強賽事啦。但係嚟緊嘅主流聯賽咧，大部分都要去到週末先至再開喎。呢個空檔嘅時間啊，最啱就係攞嚟借 round up 英格蘭喺世界盃外圍賽嘅表現，同時間亦都可以帶出兩名英格蘭嘅三獅右閘嘅球員故事啦噃。先講下第一位係邊位啦，就係呢個列斯占士啦。杜曹勁讚占士罰球直入喎。喺杜曹新上任嘅三獅軍團裏邊啊，英格蘭係2場嘅世界盃外圍賽 K 組嘅賽事都能夠贏波嘅。分別係上個禮拜尾咧就係2-0贏咗阿爾巴尼亞，呢一場波更加有李維士史基利地標入波添啊！咁啊，另外一場咧就係星期一嘅深夜，星期二凌晨啦，3-0擊敗咗拉脫維亞。咁啊，呢一場波咧亦都係有列斯占士嘅罰球直入啦，哈利簡尼同埋艾斯都入波喎，前中後都有人入波喎。最重要係咩？呢2場波都係喺地頭出擊啊！主場嘅球迷為每一場溫布萊都8萬名球迷，總共16萬名球迷面前，杜曹 total 入5球失0球，2場贏晒，哇！簡直就係杜曹啊，冇得再好嘅開頭啦！能夠咧可以咧係2場贏晒，自然喺 K 組咧都係榜首啦。咁啊，世界盃嘅外圍賽歐洲區咧，總之係每一組裏邊啊有12組嘅，每一組裏邊嘅第1名咧就一定係直接出線嘅。咁啊，所以英格蘭攞到係頭2場嘅贏波，對佢哋直接出線咧一定好有幫助。不過上個禮拜嘅嗰時都講咗啦，其實英格蘭不嬲都係外圍賽之王嚟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唔會太意外嘅。咁啊，但係第2場啊3-0贏拉脫維亞呢場波咧都可以講下一啲數字喎，因為個形勢可能令到大家覺得杜曹帶領嘅呢個三獅軍團會唔會同以往修夫基有啲唔同呢？嗱，雖然咧拉脫維亞咧只係啲歐洲3、4線嘅球隊，咁啊，但係英格蘭呢場裏邊咧控制大局啊，數字咧就呢啲梗㗎啦。射門咧英格蘭咧係27次啊，拉脫維亞只有3次嘅啫。射中籠亦都係8-1。證明咗咧個侵略性方面英格蘭係好高啦。咁啊，另外咧喺控球方面咧，英格蘭亦都有差唔多3/4啊，73%喎。拉脫維亞只有27%啫。嗱，啱啱呢啲數字咧，大家唔意外嘅，因為控制局面同埋能夠狂攻對手啊嘛。嗱，但係跟住落嚟咧，呢個成功傳球嘅分佈咧，就可以同大家講到有啲咩分別啦。566次啊，英格蘭喺前場嘅成功傳球，而後半場咧只有94次啫喎。嗱，呢個會唔會同以往嘅修夫基 U 型去水位有啲唔同呢？成日都話修夫基好中意喺後邊慢慢猜，尤其當佢領先1粒之後啊嘛。嗱，就杜曹今次咧，哇！前場嘅成功傳球比後半場多咗差唔多，哇！直頭超過470次添。依家唔係後半場啊，玩後邊喺度慢慢磨喎，壓住對方嚟猜嘅喎，所以先有咁多射門喎。咁會唔會咧？呢個杜曹就係佢帶嘅英格蘭個分別就係喺同修夫基嘅，就係佢可以比較侵略性咧。咁當然呢個亦都唔能夠作準嘅，因為頭先都講對手只不過係拉脫維亞啫。係咪以後都唔再喺後場猜咧？咁呢個唔肯定。咁啊，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仲要講埋啊。因為對拉脫維亞嘅時候嘅出嘅人選啊，亦都係可能咧令到英格蘭係可以咁放膽去進攻啊。因為呢場波基本上咧只有迪勤懷斯一個係單防中嘅啫。話就話比寧咸同佢拍住打2個防中，但係比寧咸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呢個禁區頂啊，甚至殺入禁區嘅。咁啊，所以咧單防中得懷斯一個鬥下嘅啫。咁啊，至於另外一個咧，就係阿摩根羅渣士呢場都係正選上陣啊。咁啊，羅渣士啊呢位維拉嘅進攻中場不嬲都係好積極咁樣，一攞到波就轉身壓入禁區㗎啦。咁啊，周圍遊走之下，咁啊，所以咧英格蘭嘅人選啊，恃住對手嘅質素冇自己咁高，善用自己一啲係有侵略性進攻、肯轉身、肯推、肯入攝嘅球員。咁啊，所以咧可能咧就係因為呢個取態咧，就令到啲數字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尤其是喺進攻嘅方面啊。咁啊，呢個當然亦都係可能係杜曹同修夫基嘅分別所在啦。咁但係啱啱亦都講到啦啊，因為呢場波除咗係個戰術同埋出嚟個形勢有唔同之外，另外仲有列斯占士嘅罰球直入啊。原來呢場波咧係上半場咧，本來打呢個拉脫維亞嘅時候咧，
三獅軍團有少少老鼠拉龜嘅，亦都咧就係有唔少嘅攻門都未能夠可以開到紀錄。但係去到上半場嘅中後段時間啊，38分鐘啊，咁啊列斯占士就有一次咧就係直射罰球嘅機會，其實都幾遠下㗎，都成27-8碼。不過咧呢位25歲嘅右閘球員一嘢就直入 curve 死角，結果咧就為英格蘭先開紀錄啦。咁啊可以話係打開咗缺口啊！咁跟住之後下半場哈利簡尼同埋後備入替嘅艾斯就兩個人在下一城啦，前後就3-0贏波。所以話咧，占士呢個罰球直入咧，可以話係大勝嘅關鍵嚟嘅，能夠開到紀錄。列斯占士咧，其實佢呢一個入波咧，原來都有啲紀錄破咗㗎噃。原來係自1992年嘅皮亞斯直入罰球之後咧，英格蘭33年以嚟首次有第一位後衛能夠喺溫布萊直入罰球啊！嗱，雖然咧就有啲撩楞，有啲夾硬嚟，不過好歹都係一個紀錄啦，係咪？哇！咁同埋咧就列斯占士咧講翻去喺英格蘭嘅生涯，佢都有啲慘情啊嘛。因為大家都知道近年占士都係備受傷患困擾啊，車路士真係一季打到10場當你贏啊。不過咧佢喺國家隊嘅生涯咧，佢對上一次正選已經係2022年啦，3年前啦，而亦都自從2023年之後冇再入選過三獅軍團嘅嘞噃。今次事隔有成2年再度入選，跟住再正選上陣，直頭直入埋罰球啊！所以哇，呢個故事好勵志喎！原來咧佢咧列斯占士啦喺呢個右閘嘅位置咧，今期冇咗亞歷山大阿諾啦，亦都因為卡爾獲加去咗意甲 AC 米蘭，列斯占士第2場擔正，咦，今次係直入罰球啦，即刻俾啲表現大家睇啦！不過呢個世界又好衰嘅，如果做唔到嘢嗰啲愛徒咧，通常叫咩？無能契仔。做到嘢嗰啲咧就係得意弟子啊！咁所以今次咧杜曹咧就梗係要撐一撐佢嘅得意弟子啦。大家都知道杜曹同埋占士咧曾經喺車路士合作過嘅，亦都係杜曹攞到歐聯嘅時候啊，咁咧呢個占士亦都係其中一員嚟嘅。咁所以今次有啲聲音話咁耐冇入選英格蘭，你而家選翻阿占士，真係當佢契仔咁樣喎嚇？係咪因為關係所以先入選啊？杜曹就話啦。其實我一路咧都有跟進住列斯占士嘅健康情況嘅。當我知道佢能夠披甲上陣之後咧，真係派佢落場，佢就能夠用表現回報翻我對佢嘅信任啦。咁所以見到杜曹咧，果然真係好相信列斯占士。咁列斯占士入咗罰球，亦都咧係冇乜大事嘅慶祝嘅。據報就係一啲小道消息，就係懷疑佢，會唔會係因為不滿太多輿論話自己唔值得入選啊？靠關係做契仔咧？嗱，我而家唔係契仔，我而家係得意弟子啊！真係入罰球啊！但係呢個右閘嘅位置咧，列斯占士坐唔坐得穩咧，真係唔太清楚。不過喺呢場波有另外一個好處見到咧，就係當下半場呢個李維士史基尼換走咗，然之後咧卡爾獲加入替咗之後咧，列斯占士咧就移任咗去左閘啦。列斯占士咧能夠打到2個嘅閘位，可以升任唔同位置，當然對杜曹嚟講呢個調動排兵布陣更加靈活啦。咁所以列斯占士咧希望佢能夠一路健健康康唔好咧就又是觸傷嗰啲大腿嘅傷患咁令到佢咧可以一路都係貢獻英格蘭。其實呢場波都睇到少少咧，就係占士都唔係經常鏟上嚟助攻嘅，都係去到啲 support 嘅位喺後邊，即係喺前場猜波嘅時候咧，佢都係喺啲3閘線或者係中場線附近咧鬥住嘅啫，冇乜嘢唔係太成功嘅把握嘅話咧。咁都唔會話真係壓晒落底出波嘅，踢法有少少改變㗎啦。始終傷患太多咁都需要有一啲調整嘅。但係球員質素肯定喺度嘅，直入罰球喎，係咪大家實諗起啦，頭先碧咸唔係直入個罰球咩？但係碧咸嗰啲係作客嘅對希臘嘅時候嗰2-1罰球咧作客入㗎嘛，01年嗰次。咁所以列斯占士事隔33年做到直入罰球嘅後衛。所以咧就希望佢能夠可以保持翻健康嘅身體能夠貢獻三獅啦。OK， 好啦，講完列斯占士之後，講下另一位英格蘭嘅右閘啦喎。呢個罰球都好叻㗎喎，不過今期冇入選，就係頭先咧都嗨過下㗎啦，就講咗佢咧就係亞歷山大阿諾啦。
心係皇馬，阿諾去意已決啊！阿諾咧佢嘅合約啊，同利物浦嗰邊咧，去到就6月尾嘅時候就會完㗎啦。其實呢個都係大家都好清楚㗎啦。咁啊，但係啊，根據咧呢個瑞士嘅天空體育所講啊，呢位26歲嘅英格蘭右閘咧，佢啊最近咧又一次拒絕咗利物浦嘅新約㗎啦噃。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份嘅瑞士天空體育亦都報導啊，似乎咧係嚟緊同皇馬嘅呢個合作咧都可以肯定㗎啦。去到季尾應該會轉投皇馬。據消息所講啊，應該咧係皇馬開咗一份咧5年嘅合約，人工亦都比而家高嘅。咁啊，所以咧阿諾其實咧一路都傳咗好耐咧就會去皇馬。去到而家似乎呢個事實咧都逐漸從呢啲瑣碎嘅事件就浮現出嚟啦。咁如果冇咗係阿諾嘅話，咁啊阿諾咧即將會去皇馬啦。咁啊利物浦啊點算呢？咁啊利物浦咧當然亦都唔會坐以待斃嘅。盛傳啦，而家佢哋嘅新目標咧就係利華古遜嘅荷蘭國嘅費廉邦喎。嗱，但係呢個情況有少少特別嘅。依家傳阿費廉邦咧係因為啊，依家據一啲消息所講咧，佢哋嘅領隊史洛特係好想要阿費廉邦嘅，因為佢哋知道冇咗阿諾，右閘位需要填啊嘛。但係喺球會嗰方面咧，佢哋就唔將費廉邦係擺喺一個 top priority 嗰度嘅，即係暫時唔會將佢成為呢個頭號目標住嘅。咁個情況咧就因為啊球會覺得咧，如果冇咗費廉邦嘅話，我哋有其他右閘喺度啊嚇，呢個干奴巴特利亦都打得相當之好。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位置咧，球會覺得咧更加迫切嘅需要嘅。咁啊好似咧就係中鋒同埋中堅啊。嗱，上個禮拜咧，我哋嗰時都有講啦，因為雲迪克咧同呢個 PSG 密針啊，咁啊亦都有傳利物浦啊睺中咗班尼茅夫嘅西班牙國腳中堅啊曉神，咁啊依家咧就啱啱喺歐國聯亦都代表西班牙係淘汰咗荷蘭啦，俾咗一個好靚嘅長傳阿耶馬嘅。咁但係如果講翻右閘呢邊咧，就傳阿費廉邦喎。咁啊費廉邦咧原來有個好特別嘅條款嘅。咁啊，利華古遜嘅呢位右閘啊，去到今季嘅季尾咧，佢就會有一個係 release clause 啊，就有一個觸發一個係買斷條款嘅。佢個買斷價咧唔高嘅喎，4000萬嘅歐羅，圍翻英鎊係3370萬啫。嗱，對一個係國腳級4大聯賽又有表現，上季係不敗奪冠嘅成員之一，呢個價錢講真唔算特別貴。咁但係利物浦而家傳出就係球會覺得我哋唔係第一時間要搞右閘先，應該搞咗中鋒同埋中堅先喎。咁啊會唔會錯過咗一個咁好嘅機會呢？咁不過同時間你亦都要諗啊，費廉邦啊啱唔啱利物浦踢呢？因為大家都知道阿諾咧就以往啱啱出嚟嘅頭幾年咧就喺右邊係咁提供傳中波嘅，但係近呢2-3個球季佢多數都係收入中間幫手猜波，甚至啊喺上年嘅歐洲國家杯代表英格蘭上陣嘅時候，修夫基直頭用佢攞嚟打中場中添，嗱效果係另一件事啊，佢可以咁樣做啫。咁所以咧個風格啊，阿諾咧就係收入嚟中間做內切翼位，幫手保持控球權多啲嘅。而費廉邦咧，費廉邦就係一個出擊嘅右翼位，甚至啊喺荷蘭咧啱啱歐國聯嘅8強2場對西班牙，費廉邦都係正選上陣，而佢係出任右翼嘅。攞到波嘅時候咧，基本上啊呢位右腳嘅球員係順足右翼，係一定係壓落底跟住搏出波嗰隻嚟嘅，即係啲傳統嘅翼鋒嚟嘅。咁啊，但係對西班牙嘅次回合賽事咧，嗱呢場波嘅法定時間2-2，連埋加時係3-3。費廉邦咧喺打右翼嘅時候咧，就經常單對單搞唔掂啊，古古利拿噶啦。但係當去到比賽尾段啊，褪翻佢落去打右閘嘅時候咧，咦表現又好翻好多喎！啊，不但止咧就對方嘅呢個快馬力高威廉斯搞唔掂啊費廉邦，而且費廉邦上嚟助攻咧，一條氣走上去啊，仲可以咧有啲機會出波。好過自己攞住個波去推，咁所以翻去利物浦嘅位置上邊啦噃，阿諾係收入中間嘅內切翼位，費廉邦係出擊嘅右翼位，咁所以可能球迷咧就需要適應下，喂，依家突然之間少咗個人喺中間猜喎，會唔會影響之後利物浦嗰個控球主要靠控球去保持勝局嘅踢法咧？可能少少影響嘅。
咁啊，但係有陣時如果擺佢喺右翼咧，咁啊亦都可以提供一啲防守啊嘛。咁呢個當然係喺唔同嘅場合，可能咧就費廉邦咧亦都有唔同嘅用法。咁啊，除咗咧類型唔同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大家可能會考慮嘅咧就係費廉邦好似今季跌咗啲喎。上季就話利華古遜不敗奪冠嘅主力，但係上季咧佢嘅成績咧話好標青啊！如果計佢個人嘅表現咧，各項賽事總共入咗14球同埋交出10個助攻嘅，但係嚟到今季咧費廉邦跌得幾緊要啊！去到而家啦都3月尾啦，咁啊只係咧各項賽事得4個入球同埋9個助攻嘅啫。入波啊，比上季咧係少咗10個，同埋助攻亦都少咗1個嘅。咁啊，似乎咧上季啊打得好 sharp 啦，今季有少少打回原形咁樣喎。依家咁樣諗翻，喂，4000萬歐羅，3370萬英鎊，會唔會其實好真實地反映佢嘅實際價值咧？咁啊，仲有最後一樣就係嗱。今次又玩荷蘭幫，雖然史洛特上任咗之後喺利物浦3名荷蘭球員嘅表現都相當之唔錯，尤其是加雲貝治，但係3名嘅荷蘭球員啊，雲迪克啦，仲有加普啦，其實佢哋都係前朝啊高普時代留落嚟嘅喎。史洛特用翻呢幾個同鄉咧，就可能係特別夾啦。但係當史洛特嘅年代，頭先佢話佢自己想要呢名右閘，而球會唔係將費廉邦擺佢喺 first priority 啊嘛，咁即係史洛特想要嘅話，會唔會又走去組埋啲荷蘭幫啊？從來咧喺呢個歐洲球壇啊，近呢20幾30年咧，搞親荷蘭幫都冇乜好結果嘅。巴塞如是，皇馬如是啊，曼聯都試過啦，近年都如是啦。但係哇，成績都係麻麻地嘅啫喎。聽到荷蘭幫呢3個字，會唔會好似驚驚地咁樣咧？咁啱呢3個頭先講話，雲迪克、加雲貝治加埋加普，只不過係前朝流落，佢哋已經有一段時間適應。咁但係再加多一個費廉邦落嚟，會唔會又真係打亂咗更衣室嘅平衡咧？咁不過另外一個可以鬥翻底嘅就係費廉邦其實都係好大部分時間咧係有喺英國嗰度踢波嘅，因為佢喺青年軍嘅時期咧，其實佢係喺曼城度受訓嘅。只不過係第一份職業合約就簽咗蘇格蘭嘅些路迪，跟住咧輾轉去咗利華古遜嘅啫。咁所以咧，相信費廉邦適應方面就冇問題嘅。荷蘭幫呢個字得唔得，驚唔驚都要嚟到踢落先知嘅。所以就係咁樣啦。阿諾咁啊，似乎去意已決啦，過都過硬皇馬㗎啦。咁啊，亦都係揾到一個疑似嘅代替品，但係咪真係會嚟呢？似乎成數又唔係好大啫喎。費廉邦係咪真係用翻阿巴特利呢？相信利物浦嘅球迷咧，可能咧會歡迎阿巴特利多啲，因為話晒都係自家青訓。當要考慮去到歐洲賽註冊嘅時候咧，自家青訓啲名額咧好重要㗎。阿諾係自家青訓嚟㗎嘛，少一個就要揾翻一個填補㗎啦，就係咁樣啦。所以英格蘭嘅2名右閘成為咗新聞人物，列斯占士哇俾杜曹勁讚，而阿諾似乎都拒絕埋今次嘅利物浦近日提出嘅新合約之後，都應該過硬皇馬啦。究竟係費廉邦定係巴特利會取代到個右閘嘅位置呢？拭目以待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講住2單新聞先啦。最後呼籲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猜波台，有咩 comment 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噃。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Bye。